各位早晨，早晨先好，早晨思齊，時間嚟到7點鐘啦，睇下出面嘅天氣。3號強風信號係現正生效㗎，預測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北風，風勢進一步增強，稍後達到烈風程度，海有非常大浪同埋湧浪，大致多雲，日頭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，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，新界再高1-2度。稍後天氣開始急速轉壞，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。展望聽日天氣持續惡劣，吹烈風至暴風，離岸同高地可能達到颶風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顯著風暴潮。星期4風勢逐漸減弱，初時雨勢仍然頗大。咁隨後1-2日天氣逐漸好轉。記睇今朝嘅重點新聞。天文台將喺下晝2點20分改發8號信號，所有學校今明2日停課。澳門下晝5點將改發8號風球，並預測星期3清晨有機會掛10號風球。詳細嘅新聞內容，超強颱風華加莎逼近，3號強風信號生效。天文台會喺今日下晝2點20分改發8號信號，並且評估今晚較後時間至星期3初時係咪要改發更高信號。所有學校今明2日停課。華加莎已經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，集結喺本港東南偏東大約540公里，預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，橫過南海北部。衛星雲圖見到華加莎嘅橫流廣闊，已經發展出一個清晰嘅風眼。天文台形容華加莎係一個發展成熟嘅颱風，中心最高風速估計達到每小時230公里。按照現時嘅預測，華加莎會維持超強颱風強度，靠近廣東沿岸，並喺聽朝最接近珠江口一帶。預料今日天氣會急速轉壞，聽日喺香港南部近距離掠過嘅時候，會吹烈風至暴風，離岸同高地可能達到颶風，相當於10號信號嘅風力，亦都會帶嚟顯著嘅風暴潮。預計聽朝本港沿岸增水大約2米，最高水位普遍可達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.5米至4米，而吐露港嘅水位更加可能高達海圖基準面以上4米至5米。超強颱風華加莎逼近，各界都加緊準備。渠務署預料全港11個地點水浸最嚴重，部分街道水深超過1米。2018年山竹吹襲引起嘅風暴潮，曾經令大埔三門仔多間屋水浸，有船隻擱淺。華加莎逼近，居民都做好準備，又喺住宅門口安裝防水閘板。政府喺區內準備數量較平時多1倍嘅沙包，全部都俾居民攞晒。渠務署預料近海村屋水深會達到0.6米至到1米。我驚佢仲高咧，咪咁湧落入屋企。引誘我話整埋好多嘢㗎，我床都浸埋一張。預備咗啲防水閘嘅板啊，或者係買定啲繩啊，咁或者幫啲村民咧升高晒啲電器啊，咁嗰啲嘢咯。驚個水位上升嘅時候咧，都盡量去減低嗰個損失。林村河係另一個水浸黑點，當局近年加強防洪工作，例如喺欄杆前加上防洪牆，同埋設置閉路電視，實時監控水位。改善咗會係好啲嘅，但係佢呢個風咧，而家嚟緊個風啊，佢同山竹差唔多喎，可能仲勁過山竹。除咗行人隧道有預防措施之外啦，喺河道旁邊嘅升降機門都預留咗空間去安裝大約2米高嘅防水閘板，以防潮漲嘅時候啦，河水會湧入去升降機槽。而喺沙田城門河，渠務署就預料河水可能會升高1.5米，淹浸單車徑同埋行人隧道。而防水牆嘅工程仍然進行緊，呼籲河水升高嘅時候，市民切勿進入。鯉魚門亦都係水浸黑點，渠務署預計大澳、鯉魚門、吐露港等11個地點，部分嘅水深可以達到0.6米至到1米。咁你攞電嗰啲都 OK 㗎啦，係嘛？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去到鯉魚門視察。咁呢度一年啲水喺呢度，就喺呢度。又到內街巡視防水浸設施。陳國基話：星期2將會提前封閉水浸風險比較高嘅行人隧道，又呼籲市民做好防風、防水浸嘅準備。各位居於水浸風險較高地區嘅居民呢，以及居住喺一啲臨時搭建物，譬如話天台屋、
或者喺斜坡附近寮屋嘅市民，如果你覺得你居住嘅地方有危險嘅話，請你盡早遷離居所，或者係到我哋嘅臨時庇護中心係暫避嘅。當然去到危險嘅時候呢，我哋嘅救援人員、紀律部隊嘅人呢，都真係會上門係請佢去我哋嘅庇護中心㗎啦。渠務署話已經提前部署9部強力排水機械人落區，亦都將會派出200隊緊急應變隊伍處理水浸同埋清理渠道。署方又話會同深圳當局保持聯絡，若果有任何排洪調動安排，深圳方面會預先通知香港。而各區嘅民政事務處星期2朝早8點開始，將會開放超過40個臨時庇護中心俾有需要嘅市民入住。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。因應超強颱風華加莎逼近，港珠澳大橋今日下晝3點起封閉，並禁止車輛使用。廣深港高鐵來往西九龍至內地班次，今日挨晚6點前部分班次取消，今日挨晚6點之後至聽日全日所有班次取消。噴射飛航3號信號期間，港澳航線將維持有限度航班服務。而香港來往氹仔、珠海同蛇口航班以及澳門海上遊暫停服務。金光飛航今日維持有限度服務，上環往氹仔尾班船上晝11點半開出。氹仔往上環嘅最後一班船就喺下晝1點開出。城巴大部分日間服務維持至下晝4點20分，B5下晝3點起暫停。8號信號生效期間 ，B3X、B7 同 S1 維持有限度服務。因應今明2日停課，城巴嘅常規學校路線暫停，部分路線學校班次亦都會暫停。另外多條開篷觀光巴士路線今明2日亦都暫停服務。澳門氣象局喺清晨5點發出3號風球，下晝5點會發出8號風球，所有娛樂場所將喺8號風球生效之後關閉。華加莎喺星期3凌晨至朝早將會相當接近珠江口，唔排除喺澳門100公里內掠過，屆時澳門風力有機會達到12級颶風或以上，而且最大風力持續時間較長，有持續狂風暴雨同雷暴。高層樓宇需要提防因為颶風或以上風力所帶嚟嘅嚴重影響。星期3凌晨改發9號風球機會高，而同日清晨改發10號風球機會亦都較高。同時亦都將會出現顯著嘅風暴增水。如果增水同天文潮高潮位時間重疊，星期3日間有機會出現同天鴿以及山竹水平相若嘅風暴潮水浸。因此，氣象局將喺今日下晝1點發出橙色風暴潮警告，同日下晝至晚間改發紅色風暴潮警告機會較高。中央氣象台預計華加莎可能成為今年嘅風王，廣東多地宣布停工停課，省內高鐵同普通列車星期3全日停運。中央氣象台星期1晏晝3點發布颱風橙色預警，預計華加莎將會喺星期3上晝至夜晚喺廣東惠州至海南文昌一帶登陸。那華加莎呢，環流個頭大，強度極強，很有可能將會成為今年以來影響我國最嚴重的一個颱風。國家海洋預報台發布海浪橙色警報，交通部門加緊應對。廣東省內嘅高鐵同普速列車星期2中午開始逐步停運，星期3全日停運。透過中國鐵路12306網站查詢高鐵車票，可以見到星期2晏晝6點之後，從香港西九龍往返深圳嘅車票已經唔能夠預約。廣東海事局排查碼頭、船廠等等，轉移省內沿海船舶超過1萬艘次。深圳865個應急避難場所做好開放準備，當中大鵬新區室內應急避難場所已經開放。當局啟動防颱風應急響應，大型集裝箱貨輪只准離港，不得進港。高速客船、觀光船等全部停航。在整個防颱風的過程中呢，我們全市呢可能有40多萬人需要這個避險轉移。珠海星期2晚開始實施封橋封路同埋停工停課措施。華加莎星期2開始嚴重影響江門、穿山群島海上客運航線星期2全面停航，預計全市停工停課。汕頭星期1中午開始已經關閉多個海濱景區。
喺海南、海口市3個港口最快星期2中午開始停運，瓊州海峽客運貨輪預計將會喺星期2晏晝開始停運。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儀報道。